阿总统蔡英文的论文，互外界提罕镜放大来解说。即卖台湾教授协会是提出着韩国瑜读研究所的论文来警惕韩国瑜，讲伊当时反对一国两制，但是即卖却以高雄市长的身份，甲中联办的官员来会面，是甲家己过去的主张矛盾咯。韩国瑜昔日反共，今日舔共。 台湾教授协会提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硕士论文，点出当时伊对两岸的论述，甲即马蔡总统是完全同款。他在这本论文里面呢，有提到，就是中国呢，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。那就是而且呢，中国从来就不曾放弃过用武力来解决家务事。 若讲一国两制危险，论文内面嘛有讲到担心台湾的由香港引导，大教会嘛考试韩国瑜是反送中的身躯。他既然有30年前这样的预言，代表他不是一个草包。那如果不是草包，他到底怎么样要来面对他论文上面的预言？他的论文跟他现在的主张理念也都是一样，那么就是强调说，在两岸的关系上面，我们需要有稳健而且呢务实的对大陆的政策。 韩国瑜对两岸的见解对照伊30当前的论文，唔知影这白纸黑字是毋是唤起伊的记忆。